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2024年1月初5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0篇，箴言22章第1節到第9節，路加福音第6章27節到31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聽你的對答。雖然每一個人攏生做無同款，生活嘛攏無相同，想法嘛有差異，價值觀也有無同的標準。但是對基督信仰角度來看，有一件事是同款的，就是上帝所創造的。所以無論咱是甚物款的人，攏是上帝所創造的。基督徒是上帝所創造的，非基督徒也是上帝所創造的。所以牧師就愛講，也未認捌耶穌基督的兄弟姊妹，因為呢，捌有一位非基督徒，伊也未識呢。我一個真好的朋友，伊安尼來 complain 吼，伊講每一個吼，恁攏咧講主內的兄弟姊妹時陣，心內就真艱苦。伊無采我甲恁遮爾好，卻也毋是恁的兄弟姊妹。從迄個時陣開始，我就無再講主內兄弟姊妹。牧師只是會提到講，逐位兄弟姊妹，兄弟姊妹是所有的人。除了咧講真第一，還閣一寡也未識咧，也是非基督徒因的心情以外，事實上嘛是認同因是上帝所創造的。箴言22章第1節到第9節，所羅門王的話安尼講：名聲比大財富閣較通意愛，恩惠比金銀較通欣羨。好嘅人甲善食人有共同的所在，因攏是上主所創造。會變巧的人看到危險就閃避，戇直的人直直進前去，受災害。謙卑敬畏上主就有財富、尊貴甲性命。咬冤巧是非的人行的路是有刺皮甲落網。保守家己性命的人離開迄條路真遠。教導囡仔行合宜的路，伊到老也袂歪錯。好嘅人管轄善食人，欠債做祭主的奴才，也不義正直的人會受災厄。伊欺壓人的勢力會受到毀滅。好心的人有福氣，因為伊將綿羊分予善食人。就好像親像約翰福音3章16節到17節所講的，只要願意相信耶穌是基督的人，攏會通得到永生的救恩，袂得到滅亡。迄個條件是接受，毋是選民，或者是咱咧講的主內。既然每一個人攏是上帝所創造的，就無有人應該受到排斥。但是排斥無同款的人，佇每一個國家、民族、地位、工作或者是族群，親像攏會發生同款。真趣味是佇加州的台灣人，這個移民看到在地的地人，你相信無？第一句話總是會甲邊的人講：迄個外國啊！當然，這只是咧表達講，這個人甲咱無同款，
但是却忽略着台美移民，这是外国啊。这拢是出伫迄个本位主义的观点来咧看，甲咱无相同的人。就咱拄则咧讲着白人嘛是安尼啊。事实上，因是反客为主，因掠做家己是美洲的主人，去歧视美洲的原住民，咱讲印第安。这种的作为基本上是人的弱点啊，也出伫人的骄傲。人需要被提醒，应该得爱谦卑，因为咱并无有偌高明啊，也无偌有性格啊，何况是对遐的一寡所谓的罪人，或者是遐互咱称作对的的人呢？因是互社会排斥的人，基督徒的态度却无应该是安尼啦吼。咱不但爱疼家己，佮爱会晓疼人亲像家己。圣经还佮进一步教导咱得爱疼对的。既然圣经有安尼会特别的教导，就表示迄是一个困难的工作，需要被提醒的功课。路加福音第6章27节到31节安尼教导咱，着听对的。恁这会得听的人，我甲恁讲，着听恁的对的，好款待怨恨恁的人。着祝福谄媚恁的人，为着侮辱恁的人来祈祷。有人扇你的嘴皮，另外一边嘛互伊扇；有人剥你的外衫，内衫嘛甩互伊；有人甲你求什么，就互伊；有人抢你的物件，毋通甲伊讨。恁疼人安怎样？恁爱人安怎样对待恁，嘛着安尼来对待因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基督徒应当去听遐个无国罪的人，无爱咱的人。基督徒无应该只有听遐个疼咱的人，国罪的人。应该爱去爱所有的人，包括遐个甲咱无共款、意见无同、态度完全无共的人，这是上帝互咱的旨意啦吼。那如果咱只有听咱的人，咱甲其他无信主的人有啥物共款？无共款。如果咱只有听遐古锥的人会来甲咱有回馈的人，那安尼咱有啥物通好来等的讲咱是基督徒？如果咱只有听遐会甲咱相同的人，咱就无需要去传福音嘛，敢毋是？所以听无共款的人，甚至去听对着，是真困难的功课。但是咱还阁是需要去学习的，做假的程度上界无，莫去怨恨啦吼。因为呢，心中有怨恨，对家己是真大的伤害。诗篇110篇，上主甲伊竞选的王，上主对我主讲：你坐伫我的正边，听候我，互你会对着，做你的脚垫。上主要互你对色安存出权能的管，你着伫对着的中间来掌权。你出征的日，人民会甘心做兵。你的壮丁会亲像早起时的露水结合，来上山军队里。上主有入世，一定袂后悔。讲照未记洗得的班处，你永远做这事。
主伫你的正平，伊受气的日会拍败列王，伊会审判万国，拍败因的首领，互因的心思遍满全地。王要啉路边的溪水，定心得到快乐，百战百胜。讲求主赏赐阮听人的心，不但是听别人亲像家己，佮听遐个甲阮无共的人，来努力去听对着，因为这是主你所交代阮爱做的事。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